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了解当您每天吃3到4颗鸡蛋时会发生什么事。每天早上，数百万人打破一颗鸡蛋，认为这只是一份简单的早餐。但如果这种日常食物在您体内的作用远超乎您的想象呢？如果一种简单的食物就能彻底改变您的健康呢？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因为胆固醇而害怕鸡蛋，但如果您听到的一切都是错的呢？今天我们将探讨每天吃3到4颗鸡蛋背后的科学原理，最后您将了解为什么这种价格实惠的超级食物值得在您的餐盘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深入了解鸡蛋的奇妙世界之前，如果您是新朋友，欢迎您。在这里，我们用真正的科学来打破营养迷思。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以免错过任何可以改变您生活的健康资讯。我很想知道您从哪里收看，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您的国家，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全球健康社群。如果您曾因害怕胆固醇而避免吃鸡蛋，请在留言区打"我准备好了"。您迈向更健康的旅程现在开始。让我们来谈谈最大的误解：鸡蛋与胆固醇。多年来，卫生机构一直警告我们，鸡蛋会升高血液、胆固醇，并损害我们的心脏。逻辑似乎很简单，鸡蛋含有胆固醇，所以吃鸡蛋一定会增加血液胆固醇。但现代科学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杜克大学健康中心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突破性研究，检查了心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参与者在4个月内每周使用12颗强化鸡蛋，与每周吃不到2颗鸡蛋的人相比。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对胆固醇水平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研究人员甚至观察到食用鸡蛋组的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略有下降。虽然这些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关键发现是鸡蛋并没有恶化血脂概况。更有说服力的是，2024年弗雷明汉后代研究的一项研究，每周食用5颗或更多鸡蛋的男性，其总胆固醇每10分位数低 8.6 毫克分升低密度脂蛋白每10分位数低 5.9 毫克分升，与每周吃不到半颗鸡蛋的人相比。当参与者将较高的鸡蛋摄取量与更多的膳食纤维或鱼类结合时，他们的血脂概况进一步改善，发展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风险显著降低。以下是研究人员发现的影响您血液胆固醇的不是鸡蛋中的膳食胆固醇，而是您整体饮食中的饱和脂肪。许多研究证实，饱和脂肪摄取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有很强的相关性，而来自鸡蛋的膳食胆固醇则没有。2024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低饱和脂肪饮食的情况下，每天吃2颗鸡蛋实际上降低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高饱和脂肪饮食即使不吃鸡蛋，也不能改善胆固醇水平。大约75%的人对膳食胆固醇反应正常或低反应，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体自然调节胆固醇的吸收和产生。对胆固醇的恐惧是基于过时的科学，忽略了我们的身体实际处理膳食胆固醇的方式。因此，您可以安全地享受鸡蛋，无需担心胆固醇，特别是当它们与富含蔬菜和全谷物的健康饮食相结合时。鸡蛋不仅是另一种蛋白质来源，它们在营养上是独特的。当您吃肉或鱼时，您摄取的是为运动而设计的肌肉组织，但一颗鸡蛋包含创造一只活鸡所需的一切。这种根本差异赋予鸡蛋非凡的优势。鸡蛋拥有所有蛋白质来源中最高的生物价值，这意味着您的身体比任何其他食物更有效地吸收和利用鸡蛋白质。使用同位素标记技术的研究显示，煮熟的鸡蛋蛋白质的真实消化率约为91%。
您的身体不仅从鸡蛋中获取蛋白质，还获得易于吸收并立即用于构建肌肉、修复组织和支持重要功能的蛋白质。鸡蛋蛋白质的质量通过多种科学方法测量，鸡蛋始终名列前茅。根据研究，鸡蛋在生物价值量表上得分为100，蛋白质净利用率为94，蛋白质消化率校正按肌酸评分为1。这些分数使鸡蛋成为衡量所有其他蛋白质的绝对参考标准。即使与牛肉和牛奶等高品质蛋白质相比，鸡蛋在不同质量标准下始终名列前茅。鸡蛋含有比例最佳的必需氨基酸，包括白氨酸，这是构建和维持肌肉的关键氨基酸。白氨酸触发肌肉蛋白质合成，使鸡蛋成为任何希望发展或保持肌肉量的人的理想选择。研究表明，20克鸡蛋蛋白质在阻力运动后最大程度地刺激年轻男性的肌肉蛋白质合成。一项研究发现，运动后食用全蛋比食用蛋白质摄取量相同的蛋白导致更多的肌肉蛋白质合成，证明全蛋提供的好处超越了其蛋白质。蛋白的蛋白质净利用率优于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即使在烹饪后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与其他来源相比，您的身体保留和利用来自鸡蛋蛋白质的蛋的百分比更高。无论您是运动员、活跃的成年人，还是担心肌肉流失的老年人，鸡蛋都以方便且价格实惠的形式提供无与伦比的蛋白质品质。蛋白不仅仅是蛋白质，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天然防御系统。大自然设计鸡蛋是为了保护发育中的胚胎免受细菌威胁，而这些保护特性在我们食用时对我们有益。蛋白含有能够杀死有害细菌的抗微生物蛋白质，这些化合物提供天然防御机制，有助于保存鸡蛋。生蛋白中存在一种特别有趣的蛋白质，抗生物素蛋白可以与生物素、维生素 B7 结合，从而阻止其吸收。这就是为什么营养专家建议烹饪鸡蛋。烹饪使抗生物素蛋白变性，释放生物素以供吸收。生物素对于健康的头发、皮肤和指甲，以及能量代谢和神经功能至关重要。偶尔食用生鸡蛋或半生鸡蛋通常不会造成生物素缺乏，因为需要大量且持续的生蛋白摄取才会出现问题。烹饪还能消除沙门氏菌等潜在病原体。巴斯德杀菌的鸡蛋产品提供了生鸡蛋的便利，而没有微生物风险，使它们成为制作蛋黄酱、荷兰酱、荷蛋酒等食谱的理想选择。尽管如此，对于免疫系统正常的人来说，完全煮熟的鸡蛋提供了最高的营养安全性和可用性。蛋白含有溶菌酶，一种能够破坏细菌细胞壁的酶。这种天然防腐剂有助于防止微生物在鸡蛋内部生长。蛋白还含有卵转铁蛋白，与铁结合并剥夺细菌这种必需营养素，进一步抑制微生物生长。这些抗微生物特性使鸡蛋在适当储存时能够保持相对较长的时间，而不会变质。科学家们甚至研究了溶菌酶和其他蛋白质在食品保存和医疗应用中的潜在用途。鸡蛋的天然防御能力证明了它们作为生存食品的进化设计。现在让我们谈谈每天吃3到4颗鸡蛋后身体会发生什么。第一个重大变化，稳定的血糖和持续的能量。当您开始每天吃3到4颗鸡蛋时，您首先会注意到能量的变化。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早餐不同，鸡蛋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可以稳定血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早餐，面包、谷物、糕点会迅速分解成葡萄糖，使血糖飙升。您的胰腺释放胰岛素来处理这种糖分，导致血糖急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您在吃含糖早餐后几个小时会感到疲倦、烦躁或饥饿。
鸡蛋则不同，它们含有最少的碳水化合物，因此不会触发相同的血糖高峰。相反，鸡蛋中的蛋白质会减缓为排空，这意味着食物在消化道中移动得更慢。这种缓慢稳定的消化过程可以防止胰岛素激增，保持血糖稳定。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一项研究发现，与吃同等热量的贝果早餐的人相比，早餐吃鸡蛋的人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血糖和胰岛素峰值较低。稳定的血糖不仅仅是避免崩溃，它还会影响您的情绪、注意力和整体能量水平。当血糖波动时，您的身体会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来试图重新平衡，这会导致焦虑、易怒和疲劳。另一方面，稳定的血糖支持平静、专注的能量。通过每天早上食用鸡蛋，您可以为整天的代谢稳定奠定基础。您的身体学会依赖脂肪作为燃料，而不是不断追逐下一次葡萄糖激增。这种代谢灵活性至关重要，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胰岛素敏感性自然下降时。对于那些患有胰岛素阻抗、前期糖尿病或第二型糖尿病的人来说，鸡蛋可以成为控制血糖的强大工具。通过将碳水化合物重的食物换成鸡蛋，您可以减少对胰岛素的需求，让身体有机会恢复其敏感性。即使对于没有血糖问题的人来说，稳定的能量也意味着更好的生产力、更少的渴望和更容易保持健康的体重。鸡蛋不仅能稳定能量，还能直接支持大脑功能。鸡蛋含有胆碱，这是一种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胆碱是乙烯胆碱的前提，乙烯胆碱是参与记忆、情绪和肌肉控制的神经传导物质。研究表明，胆碱摄取不足会损害认知功能和记忆形成。一颗大鸡蛋含有约147毫克的胆碱，使鸡蛋成为这种经常缺乏的营养素的最佳膳食来源之一。大多数人没有摄取足够的胆碱。美国医学研究院建议男性每天摄取550毫克，女性每天摄取425毫克，但研究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人达到这些目标。怀孕和哺乳期妇女需要更多的胆碱来支持胎儿大脑发育。胆碱缺乏与神经管缺陷的风险增加有关。每天食用3到4颗鸡蛋可以轻松满足您的胆碱需求，支持最佳大脑功能和细胞健康。胆碱还支持肝脏功能，它有助于将脂肪从肝脏运输到全身使用。没有足够的胆碱，脂肪会在肝脏中积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这种情况在久坐不动、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含量高的人群中越来越常见。通过提供丰富的胆碱，鸡蛋支持肝脏健康并有助于预防脂肪积聚。胆碱还在基因表达中发挥作用，它是哪甲基化所需的甲基供体。哪甲基化是决定哪些基因被开启或关闭的过程。适当的甲基化对于细胞功能、DNA 修复和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摄取足够的胆碱可以促进健康的基因表达模式，从而降低与年龄相关的疾病风险。胆碱对运动表现也很重要，它支持肌肉功能和恢复。在长时间运动期间，胆碱水平会下降。运动员和活跃的个体可以从鸡蛋中的胆碱中受益，以维持最佳表现和恢复能力。通过每天食用鸡蛋，您可以支持大脑健康、肝功能、基因表达和运动表现，所有这些都来自一种食物。现在让我们探讨鸡蛋如何支持肌肉健康和代谢。肌肉不仅仅是力量，它是您的代谢引擎。您拥有的肌肉越多，即使在休息时燃烧的卡路里也越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然会失去肌肉量，
这一过程称为肌肉减少症。从30岁开始，如果您不积极努力保持它，每10年可能会失去5%的肌肉量。这种肌肉损失会减慢新陈代谢，使体重增加更容易，并增加虚弱和受伤的风险。保持肌肉质量需要2件事：阻力训练和足够的蛋白质。鸡蛋在这里表现出色，它们提供高品质、易消化的蛋白质，包括构建肌肉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白氨酸是触发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关键氨基酸，在鸡蛋中含量丰富。研究表明，每餐摄取约20-30克蛋白质，可以最大限度地刺激肉生长和修复。3到4颗鸡蛋提供约18-24克蛋白质，正好落在最佳范围内。与仅从植物来源或加工蛋白质粉中获取蛋白质的人相比，食用全蛋的人在运动后表现出更好的肌肉蛋白质合成。这是因为全蛋不仅含有蛋白质，还含有支持肌肉生长的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保持肌肉不仅仅是外表，它是新陈代谢健康的基础。肌肉组织对胰岛素敏感，这意味着它有效地利用血糖。更多的肌肉意味着更好的血糖控制和降低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肌肉还储存肝糖，您身体快速能量的葡萄糖储存形式。当您定期运动并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时，您的肌肉会变得更有效地储存和利用能量。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肌肉对于保持独立性和生活品质至关重要。虚弱以肌肉无力和体力下降为特质，增加了跌倒、骨折和住院的风险。通过每天吃3到4颗鸡蛋并进行定期的力量训练，老年人可以对抗肌肉流失并保持力量和活动能力。鸡蛋还支持骨骼健康，它们含有维生素的磷和蛋白质，所有这些对于强壮的骨骼都是必不可少的。维生素特别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您的身体吸收钙。许多人，尤其是生活在阳光有限的气候中的人，缺乏维生素。鸡蛋提供了少数含有天然维生素的食物之一。通过支持肌肉和骨骼健康，鸡蛋有助于您在晚年保持强壮、活跃和独立。无论您是想增肌、减脂还是只是保持目前的状况，每天食用鸡蛋都可以提供营养基础来支持您的目标。鸡蛋对荷尔蒙平衡的影响深远。您的荷尔蒙控制一切，从新陈代谢和能量到情绪、睡眠和性功能。当荷尔蒙失衡时，您会感觉到疲劳、体重增加、情绪波动、睡眠问题，这些通常是荷尔蒙问题的迹象。鸡蛋为荷尔蒙生产提供了构建块。胆固醇尽管名声不好，但却是所有类固醇荷尔蒙的前体，包括睾固酮、雌激素、黄体素和皮质醇。没有足够的膳食胆固醇和脂肪，您的身体就很难产生这些荷尔蒙。对于采用极低脂饮食或避免胆固醇的女性来说，荷尔蒙问题可能会出现。研究表明，膳食脂肪摄取不足会降低睾固酮水平，影响男性和女性的肌肉量、骨密度和性欲。通过食用鸡蛋，您可以为身体提供产生和平衡荷尔蒙所需的脂肪和胆固醇。鸡蛋还支持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调节新陈代谢，影响您燃烧卡路里的速度、体温以及能量水平。鸡蛋含有硒和碘这2种对甲状腺荷尔蒙产生至关重要的矿物质。硒缺乏会损害甲状腺功能，并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如疲劳、体重增加和抑郁。1颗大鸡蛋提供约15-20微克的硒，有助于满足您的每日需求。
碘虽然在鸡蛋中含量较少，但如果母鸡的饮食中含有碘，则仍然存在。通过支持甲状腺健康，鸡蛋有助于维持健康的新陈代谢和能量水平。鸡蛋中的蛋白质还有助于平衡血糖，进而稳定胰岛素。慢性高胰岛素水平会导致胰岛素阻抗，这种情况下您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较差。胰岛素阻抗导致体重增加，尤其是腹部周围，并增加第二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通过稳定血糖和减少对胰岛素的需求，鸡蛋有助于预防胰岛素阻抗并促进代谢健康。皮质醇是您身体的主要压力荷尔蒙，也受饮食影响。慢性压力和不良饮食习惯会导致皮质醇失调，导致疲劳、体重增加和免疫功能受损。鸡蛋提供营养丰富的稳定能量，减少对身体的压力，并支持健康的皮质醇模式。通过每天食用鸡蛋，您可以为荷尔蒙健康创造营养基础。稳定的荷尔蒙意味着更好的能量、情绪、睡眠和整体健康。鸡蛋对眼睛健康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您的眼睛是身体最复杂的器官之一，它们需要特定的营养素来保持健康和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斑部退化和白内障等与年龄相关的眼部疾病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些情况会导致视力丧失，并显著影响生活品质。好消息是，某些营养素可以保护您的眼睛，鸡蛋是这些营养素的最佳来源之一。鸡蛋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种类胡萝卜素在眼睛的黄斑中高度集中。黄斑是视网膜的一部分，负责中央视力和精细细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充当天然防晒霜，过滤有害的蓝光并减少氧化损伤。蓝光来自阳光和数位荧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视网膜细胞。通过吸收蓝光，这些类胡萝卜素保护眼睛免受这种损伤。研究表明，较高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摄取与降低黄斑部退化和白内障的风险有关。一项研究发现，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摄取最高的人患晚期黄斑部退化的风险降低了 40%。这些化合物还可以改善视觉表现，例如减少眩光和增强对比敏感度。鸡蛋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非常容易被吸收，因为它们与脂肪一起食用，与植物来源相比，蛋黄中的脂肪可以增强它们的吸收。研究表明，食用鸡蛋可以显著提高血液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水平，比单独吃绿色蔬菜更有效。对于那些想要保护视力的人来说，每天吃3到4颗鸡蛋可以显著提高这些保护性化合物的摄取量。随着我们花更多时间盯住荧幕和生活更长的时间，保护眼睛健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鸡蛋提供了一种简单可口的方法来支持终身视力。除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鸡蛋还含有维生素 A， 这对视力至关重要。维生素 A 缺乏是发展中国家可预防失明的主要原因。虽然台湾的严重缺乏症很少见，但许多人仍然没有获得最佳水平。通过定期食用鸡蛋，您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A 来支持健康的视力。鸡蛋对体重管理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如果您曾经努力减肥或保持健康的体重，您就会知道饥饿和渴望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大多数饮食失败是因为它们让您感到饥饿、疲倦和被剥夺。鸡蛋通过自然控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来解决这个问题。饱腹感是您饭后感到满足和饱足的感觉。
蛋白质是3种主要营养素中最具饱腹感的，鸡蛋是高品质蛋白质的极好来源。当您吃鸡蛋时，您的身体会释放饱腹感荷尔蒙，如个 P 和 P， 它们向大脑发出您已经吃饱的信号。多项研究表明，早餐吃鸡蛋的人整天感觉更饱，并且吃的卡路里更少。一项研究发现，早餐吃鸡蛋而不是贝果的超重女性，在接下来的36小时内摄取的卡路里减少了约400卡路里。这不是因为她们刻意限制食物，而是因为她们自然感觉不那么饿。这种自然的食欲调节比计算卡路里或强迫自己吃更小的分量要可持续得多。鸡蛋帮助您的身体调节饥饿信号，使坚持健康的饮食模式变得更容易。鸡蛋还支持脂肪代谢。鸡蛋中的胆碱有助于将脂肪从肝脏运输到身体使用。没有足够的胆碱，脂肪会在肝脏中积聚，减慢新陈代谢。通过支持肝脏健康，鸡蛋有助于您的身体更有效地燃烧储存的脂肪。当您将鸡蛋与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的饮食相结合时，您的身体会转向使用脂肪作为燃料，而不是不断依赖葡萄糖。这种代谢灵活性对于减肥和长期体重维持至关重要。通过每天早上吃3到4颗鸡蛋，您可以为身体设定一天燃烧脂肪的模式。您的胰岛素保持较低，您的能量保持稳定，您的食欲受到控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减肥和保持健康体重变得更容易，而无需不断的饥饿或意志力。鸡蛋的抗炎和抗氧化特性是另一个主要益处。慢性炎正是大多数现代疾病的根源，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阿兹海默症。与急性炎症不同，急性炎症是对受伤或感染的正常反应，慢性炎症是低度、持续的，并会随住时间的推移损害组织。不良饮食、压力、缺乏运动和环境毒素都会导致慢性炎症。抗氧化剂有助于对抗炎症，保护您的细胞免受氧化压力。鸡蛋含有多种抗氧化剂，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硒和维生素 A。这些化合物中和自由基。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损害细胞并导致炎症。鸡蛋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不仅保护您的眼睛，还保护您的大脑。研究表明，这些类胡萝卜素在大脑组织中积聚，并与改善认知功能和降低神经退化性疾病风险有关。它们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减少大脑中的氧化压力，支持长期大脑健康。硒是鸡蛋中另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对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功能至关重要。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是身体主要的抗氧化酶之一。硒缺乏会损害免疫功能，并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通过每天食用鸡蛋，您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硒来支持您的抗氧化防御。鸡蛋中的维生素 A 保护细胞膜免受氧化损伤。细胞膜对于细胞功能至关重要，损伤会导致细胞死亡和疾病。维生素 A 还支持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通过减少氧化压力和炎症，鸡蛋有助于保护您免受慢性疾病的侵害，并支持健康衰老。炎症和氧化压力是大多数与年龄相关的衰退的基础，从皱纹到关节炎再到认知衰退。通过定期食用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鸡蛋，您可以减缓这些过程并保持更长时间的健康。鸡蛋还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尤其是如果母鸡为食富含欧米伽3的饮食。欧米伽3脂肪酸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并支持心脏健康、大脑功能和关节健康。虽然鸡蛋不像脂肪鱼那样富含欧米伽，
3，但它们仍然可以为您的摄取做出贡献，尤其是如果您选择强化 Omega-3的鸡蛋。通过每天食用鸡蛋，您可以为身体提供一系列抗氧化剂和抗炎化合物，支持长期健康和活力。并非所有鸡蛋都是平等的，您选择的鸡蛋品质会显著影响您获得的营养益处。来自关在笼子里的母鸡的传统鸡蛋，整个生命都被限制在20公分乘20公分的空间中。来自受到压力的动物，这会影响鸡蛋的品质。来自有户外活动的母鸡的放养鸡蛋产生优越的营养特性，具有更高的 Omega-3脂肪酸和更好的营养密度。传统鸡蛋通常含有人工色素，蛋黄的天然颜色反映了类胡萝卜素含量。深橙色蛋黄表示来自植物和昆虫的高水平。浅黄色蛋黄是人工注射的。有机认证保证不使用农药的饮食，但不能保证生活条件。理想的选择是有机放养和自由活动的母鸡所产的鸡蛋，结合人道条件和优质饲料。即使高级鸡蛋不容易获得，传统鸡蛋仍然提供显著的益处。高品质蛋白质和必需维生素优于许多其他蛋白质来源。选择您可以获得的最好的鸡蛋，但如果只有传统选项可用，不要完全放弃鸡蛋。将鸡蛋与芝麻菜或沙拉结合。研究表明，鸡蛋可以将绿色蔬菜中植物营养素的吸收增加9倍，因为植物化合物是脂溶性的。与鸡蛋搭配的洋葱支持解毒途径。黑胡椒改善类胡萝卜素的吸收。番茄提供茄红素，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与鸡蛋的脂肪一起吸收得更好。酪梨带来健康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完美地补充鸡蛋。轻轻烹饪鸡蛋，避免过度烹饪以保留对热敏感的营养素。准备单面煎蛋，蛋黄流动或炒蛋，直到刚凝固。使用橄榄油或奶油烹饪，而不是精制植物油。每天加入3到4颗鸡蛋，不是限制或遵循极端饮食。这是使用简单、价格实惠的食物作为代谢工具来调节食欲、稳定能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支持脂肪减少。这些持续的小变化累积起来，对能量、注意力和身体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理解和利用鸡蛋的饱腹感和代谢益处，您为身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科学验证的策略，以改善脂肪燃烧、稳定能量，并自然支持长期健康。通过为身体提供其天然抗氧化剂，您可以针对与年龄相关的衰退、认知压力和代谢减慢建立韧性。这为我们的最后观察奠定了基础：鸡蛋如何消耗社会信号和天然脂肪燃烧，使体重管理更简单、更可持续。证据很清楚，鸡蛋是营养浓缩物，值得在您的日常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每天3到4颗鸡蛋为健康提供显著的益处，而没有阻止人们食用它们的胆固醇担忧。您已经了解了关于胆固醇的真相，发现了蛋白质的优越性，探索了胆碱对胆的保护作用，并理解了类胡萝卜素对眼睛的保护作用。今天我们揭示了当您每天吃3到4颗鸡蛋时，身体会发生什么，效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强大得多。我们首先检查了血糖稳定，以及鸡蛋如何减缓消化，支持胰岛素调节，并保持全天能量恒定。然后我们探索了肝脏，鸡蛋中的胆碱支持脂肪代谢、胆汁生产，甚至神经传导物质合成，以维持大脑功能和认知清晰度。我们研究了鸡蛋的完整氨基酸如何帮助保存和重建瘦肌肉，这是新陈代谢的动力，增强荷尔蒙信号传导，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身体正常运作。我们还看到鸡蛋中的健康脂肪和胆固醇如何支持荷尔蒙生产，保持皮质醇、甲状腺和性荷尔蒙平衡。这对能量、情绪和长期代谢健康至关重要。这对能量
我们讨论了抗炎和抗氧化益处，展示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如何保护您的大脑、眼睛和细胞免受氧化压力，同时支持脂修复。最后，我们讨论了饱腹感和脂肪燃烧，展示了鸡蛋如何帮助调节食欲、减少渴望，并自然促进脂肪代谢，而无需极端饮食或限制。所有这些效果都是相互关联的。稳定的血糖改善荷尔蒙信号传导，更强壮的肌肉支持代谢效率，健康的肝脏增加脂肪燃烧，减少炎症，可以让能量和注意力自然流动。当您将鸡蛋视为代谢平衡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早餐时，影响变得显而易见。像这样持续的小营养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起来，塑造您未来几年的能量、力量和韧性。这是我对您的挑战，在下周尝试将3到4颗鸡蛋加入您的日常生活，观察您在能量水平上的感受。您保持饱足的时间长短，并注意您的心理清晰度和注意力。这些简单的观察将直接向您展示一种食物如何影响身体的多个系统。如果这部影片对您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有，这激励我们制作更多这类内容，与可能从这些资讯中受益的朋友或家人分享。为这部影片按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通知铃铛，以免错过我们未来的发布。我们将继续通过科学资讯揭穿营养迷思。感谢您投入时间了解营养。您的健康是您最宝贵的资产，每一个积极的改变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起来。下次见，吃得好，永远不要停止学习，使用基于科学的策略，使用营养和对根本原因的反思。您不仅仅是对症状做出反应，您正在自然地支持您的能量、新陈代谢和长期活力。记住，您的身体会对您提供给它的东西做出反应。鸡蛋是迈向更健康、更有韧性身体的强大小步骤。